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成間界，觀眾朋友大家暗晚大好，我是主持人吳平仁。這兩天你敢感受到中國咧軍演嗎？你是刺蝟，我是蠓蛇，安那控打，統統圍起來，外人攏賣插。但是股市甲民眾，你敢有感覺？實際上軍演的真正意義，今仔日4位專家學者解剖給你聽。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兼任副教授辛明策。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是前 F16的政治教官黃永德。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王耀南。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國防安全研究院委任助理研究員，嘛是前環牆戰鬥機的飛官，嘛是高志榮先生。主持人好，大家好。解放軍圍台軍演第二天，解放軍針對着台灣北部海峽連演練到10彈射擊，因宣布發射到 PCH-191的火箭彈，佮講全部攏有拍到。海巡署這邊表示，早起9點開始就甲國防部等等單位來監控，掌握到解放軍發射到7粒的火箭彈，分別攏落佇1號甲2號的禁航區。無造成任何事故。另外，國防部發布偵測到解放軍共中差不多有130架次的軍機，是歷史上第2懸的記錄。面對到中國的軍演，總統賴清德佇面冊強調，軍民一心，唔通受假信息的影響。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將在圖中海域和空域進行重要軍事演習，並組織實彈射擊。中國和台海緊張的情勢壓懸，發動正義使命2025演習，在台海為5大射擊區，30會在台灣南北海峽展開實彈射擊。解放軍部指出，中國軍方晚上會打擊分隊、火箭軍部隊已經進入作戰區。南部戰區講，早起9點針對台灣北部相關的海峽射擊，傳出為兵潭發射 PCH-191火箭彈。那遠火呢，就可以對付呢我們的像例如說部隊的部署啊，這些相關其他的這些基地等等比較小的目標，或者是部隊集結的地方呢進行攻擊，所以它其實對我們來說其實是個蠻大的威脅。學者建議，國軍除了強化機動部署，當咧研發的各組海劍連飛彈，有機會真做反制中國火箭彈的搶彈。國軍嘛嚴密掌握中國軍演的動態，3早偵查到130多架中國軍機出海，執行沙兵款台。也有14架中國軍艦、8架公務船擾亂台灣。特別注意的是，中國飛彈驅逐艦烏魯木齊艦，3早透早3點傳出想要走入來咱的西南海峽24海里較界所在，海軍班超軍艦用火控雷達鎖定中國軍艦。我已連續掌握你火控雷達多次照射我艦，挑釁意圖十分明顯。另外，海巡嘛在第一時間偵查到14架海警船侵擾台海，海巡的軍艦用1對1的方式並行監控。我方已多次警告你為前方亮光為13.6，你的行動已影響我國海域秩序及安全，請立即轉向。針對中國雄雄佇台海軍演，結合認知作戰，分化民心。總統賴清德佇人面冊講，這個時陣軍民一心，唔通互錯誤甲假信息來影響。籲請全體國人，此時此刻務必冷靜、沉着，而且安定。政府對所有的狀況都有萬全的因應準備。杜榮泰出席經發會顧問會議，呼籲朝野愛趕緊通過軍購特別預算，護軍工業成做另外一個護國軍山。因為美國總統川普嘛關心台海情勢發展。Well,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he hasn't told me anything about it. I certainly have seen it, but he hasn't told me anything about it, and I don't believe he's going to be doing it. 國軍防止中國由演轉戰，海軍海防大隊掛向風3型反艦飛彈，已經佇花蓮港部署。另外，海巡台東艦甲花蓮艦嘛佇港內台兵，毋但甲花蓮看做防衛中心，海防大隊嘛趕緊落艦去台東，建立海防的防衛線。
除了台東志航基地 F-16V 依次例行性的訓練，新竹空軍基地幻象2000，方看到飛彈已經掛起的飛行機太平升空，要來捍衛領空。記者綜合報道。咱他看這條新聞，其實包羅萬象，也有這個川普的反應，也有實際上咱國所做的應用，啊嘛有伊咧講，我個你的船甲我照着安怎吼。但是今日來4位吼真特殊，有2位攏飛過戰鬥機，吼。啊麼有個人講即擺真濟特殊的所在，吼。啊，甲以前啥物無共款，所以哦，甲別個節目講的攏無共款哦。觀眾朋友你都要較耐心吼。頭一個我要先請吼辛老師來甲咱解說的吼。因來摕兩個迄個盾牌安尼囥佇遐，啊頂頭佫畫佫真少啊，看佫無共款。辛老師你甲咱講其中的美感。咱看到講，即屆演習吼，甲以前攏共款吼，可能甲中國國防大學合作，為了足儕圖吼，咱會使為即個圖來看到伊的目的，還是伊的演習的內容，咱先看即個圖，即個圖叫正義之劍，正義的箭頭，箭頭哈，你看到講，伊目標是台灣，佇台灣呢，針對各個城市的重要目標攻擊，咱看到這個箭頭，就想講伊敢會用火箭軍來攻擊台灣前幾天我就想講伊敢會甲2022年共款發射飛彈，不過今仔即馬來看，敢若無，敢若遠程火箭炮兵安尼爾吼。咱再來看另外一個圖叫正義之盾，正義之盾足明顯的，這正義之盾就是要甲美國甲日本的支援台灣的飛行機還是軍艦，攏甲擋佇外口這毋是黑白畫，這圖安尼畫是根據因對台灣的戰略。咱知影伊對台灣的戰略吼，有講圍點打援跟阻援打點。另外這個圖這個圖叫阻援打點，阻援打點什麼意思？國際的援助，我甲你擋佇外口。謝老師，你講的阻援打點，阻止你援助，拍你高點，拍迄個點就是台灣。咱看這個圖，我要你援助就對啦。對，就是講，互你較慢入來，我會使上短時間甲台灣拍落來，就阻援打點。伊這個重點就是台灣，所以台灣若會使拍閣較久，伊這個戰略就袂使實施啊。毋過伊是所以是辯證性發展，伊若感覺台灣內部戰略足強的，伊就換一個叫圍點打援甲台灣包圍起來我先莫拍台灣我先拍外來援助，美國還是日本咱看到講這個美國甲日本雖然川普總統講我這無啥要緊伊無甲我講這毋過上重要就是講伊的印太司令部有作戰計劃就是講安怎援助台灣有計劃即馬美國運來的航空母艦嘛是佇印太區域所以你看到講無論伊的演習區的劃分，還是伊的演習的內容，其實有想到講安怎阻止美國甲日本的軍隊入來台海安怎拍台灣拍台灣嘛有無共款的階段用到海警船，用到海軍安怎封鎖了後，伊即馬即屆嘛有075型的登陸艦，伊有想講要安怎登陸，佇倒位登陸，咱看到講伊的演習的迄個圖伊演習的圖，咱看到講拄啊好是幾來個海灘像即個。咱等下佇桃園竹圍漁港附近嘛，就海灘海灘上去的桃園中正機場這地當然是台南我等下有一個洗漱黃金海岸海灘，佇高雄遮有枋寮海灘佇台東遮咱知影台東嘛有一個海灘，所以伊兼顧講未來登陸作戰甲防止美國甲日本的戰略入來台灣。老師。我所知，我頭下來佫特別查講，即馬吼台灣海峽海泳4米較懸，因這是咧演習啥物物件？我是講要看伊的目的要是講我較懸，我佫有決心安尼。
對，就是講，咱知影即馬大家講是安怎？中國即個時陣要演習，有幾個講法啦。第一個就講針對日本的首相高市早的講法，第二個就是講軍售，就是美國軍售台灣。第三個有人講是迄個賴總統前一天去。迄個集集哈，南投集集接受三立電視訪問，伊講的話，這較無迄落啦，因為無問像講前一天講話，第二天的演習是無啥，第三個是我的講法啦，我的講法就是講，因為咱知影中國有37位的上將，即馬剩6個，大家攏甲看衰，抬頭安尼，對啊，你內部的將領攏無佇的，因敢會使準備演習，所以前幾日伊就將迄個。東部戰區的司令員甲互升上將，一擺連升兩級的，兩個中部的甲東部的，東部拄啊好，這個時陣伊負責這個演習，就是看講來，我甲你升上將哦，你這個演習甲我好好甲我創一個哦，有這個講法啦實際上咱看到講伊的外交部的發言人講，伊是針對美國軍售台灣啦，毋過你美國軍售台灣，迄是美國啊，你奈用對台灣的方式來抗議美國對台的軍售。我有聽到這個無線電吼頂頭美國的戰鬥機的飛行員，甲咱中華民國的戰鬥機的飛行員，甲阿強啊飛行員吼，你佇6000，我佇9000，我甲你講，我這是做這個合法的這個飛行，你趕緊走，馬上脫離，我互相方面的罵。但是內面有一條新聞，我要請教咱的美國教官吼，咱咧講哦，迄 sniper 應該鎖定哦。我一直咧想講，這個台語要安怎來好啦？伊就是講用攻擊性的方式，甲你鎖定着。但是無你知，意思是安尼嗎？是，因為戰鬥機頂頭有一個阮叫做雷達預警器。哈，你若是用雷達搞我鎖着。我會接受到你的電波，所以我就嗶，我就知影你佇啥物方向。毋過這個接受電波的方式，你無這個距離叫方位，精確的方位。你如果要打武器的話，我講要下這個飛彈，我就要有這個目標，伊佇啥物所在，伊為啥物方向去，伊飛偌緊的速度，安尼我才知影我這個飛彈射出去才會射到伊。會對袂對嘛？若是我若是我大概知道你的位置，迄射出去是無法度。我們就講說火控，這個相片其實是經過伊甲伊創武器。調工的啦，調工的，因為若是飛行機頂頭的，伊邊啊攏有伊的高度，伊的這物件。攏佇遐。我要射這伊是毋是佇我的射程範圍內底？安尼我才有法度做有效的攻擊。所以即馬有這個所以這邊的軍售內底有一個最重要的，伊袂互阮叫做台灣戰術網絡，這個網絡實在足厲害的。你若是甲所有的咱的這個武器，美國製的這個武器，甲連做伙，所以我佇遮看到，毋過我無飛彈，無飛彈。我拜託辛老師，我交互伊，無問題。我交互伊。實在因這邊的安尼反應，遮尼激烈。實在是我想講，知影聽。你若是互阮遮攏無了啊，攏插好勢啊，伊遮攻擊攏無效啊。是這個，所以伊是內行開，伊知影講，你這軍售來，這不得了咧。所以伊佇日本的時陣，伊就用雷達去掃啊，去掃日本的。用你的方式，我甲你掃啊，我嘛曉掃。毋過所以人就知啊，人就知我就閃就好啊。第二個上大的問題是，雖然伊是對美國來警告，毋過伊佇個咱東北邊這邊有讓一個香，調工讓一個香。
應該唔是挑工啦，伊設計就是讓一個芳啦。哈，伊若是擱走入去，咱國安局有公布一個日本甲菲律賓有啥物款的對艦的飛彈部署佇遮位，攏佇遐，攏佇遮。會落雨落佇遐啦。啊，伊若是擱過來。若是美軍佇日本的美軍，還是佇韓國的美軍，還是日本的美軍，日本家己自衛隊，若是有啥物反應啊，伊就無法度通好勢安尼甲你。伊就毋知要拍無愛拍。係啊。哦，所以其實伊是咱替伊想啦，伊是真自制，講好，我要來好好表現者，但是我真自制，所以美國人知影即個動作意思是安尼。應該是知影，啊無川普袂安尼講啊。哦，對吧？就是安尼講。你若是擱位較久咧，伊真係透明哈。安尼，即個意思。你若是擱位較久誒，啊，對周邊遮個國家有足大影響。聽講，到我睇講民航影響足濟啊。國內誒攏取消去啊。哦。因為你若要飛去。馬祖啊，什麼金門，你就無法度過啊！你一定愛過迄邊啊！所以取消大概今仔日有6000個人。哇！啊，這是國內。國內啊，國際因為你愛挖路，你愛刷路入來啊，所以你迄時間準點啊，再旅客會處理，就麻煩。亂糟糟，我昨昏半暝對桃園落地了。哇！亂糟糟啊！係啊！哦，這是一個演習，伊唔是唔知影效果哦，伊是知影效果哦，但是挑工誒，啊，會當控制這個範圍來面。袂使傷久啦，袂使傷久，袂使傷久啦。啊，你若傷久啊，大家就開始反應啊。哦，但是大家我上無反應是咱台灣，咱股市照常你去。這我就來請教洪老師吼。洪老師，因為你事先互咱的這資料足濟吼，你先講兩個重點，就是這一擺咱來看什麼較內行開的代誌。不啦，即擺就是講，即屆拄啊，邢老師嘛有講，伊咧演習，因為外部因素甲內部因素嘛。啊，你若講要對於高市對日本首相，即嘛拖2個月安尼，才一個出的代誌安尼。吼，啊，你對於有道理呢。對於美國的軍售，即件代誌毋是干即嘛，已經咱軍售足多年啊嘛。哦，當年伊嘛咧抗議嘛，而且嘛風聲足久啊。對，伊嘛當年咧抗議嘛。哦，所以而且這老實講就是講，這個演習有可能就是講早就要辦啊，拖掉。哦，第三個就是邢老師都講到一個重點，就是講這屆東部的司令官楊志斌，伊傷上將嘛，伊即擺是台灣軍內軍6個上將嘛。哦，啊6個上將，伊若是無出代誌，伊就是2027年一定會是進入軍委會嘛。軍委7個，扣掉習近平1個，過6個嘛，所以一定我都入去的啊，機會真大，所以愛表現伊會有一個禮拜先起就演習嘛，而且解放軍的演習唔是講我今日宣布免做演習，伊種計劃早就計劃好啊，伊是當時要應對啊，所以拖就提出來，對，好啊，但即擺的演習就講好，啊你外部這因素有比較早裴洛西來台灣的時陣，較嚴重嘛，好啊你演習會較懸較低嘛。效果會遞減嘛？好，啊，過來就是講內部因素，但攏無注意看，就是講，即嘛中國內底宣布的就2026年的跨年全部取消，攏袂使辦這活動的。哦，袂使辦這活動。因電腦因攏取消去，攏取消去嘛。所以內部因素我感覺嘛佔真大部分。後來過來一部分就是講，俄羅斯伊嘛要來遮演習。哦，佇這個庫頁島迄邊嘛，伊要2個月，巴海德，伊要2個月嘛，啊，所以這已經是攏有相對的講，敢有可能是有，我者咱是家己咧，因講好啊，伊才發動嘛，吼，啊，這牽制美國看要過來講烏克蘭代誌嘛，吼，我感覺這嘛是有一個因素佇的，就講，拄者，外部因素，啊，我愛考慮中國的因素，吼，這咁樣來看，因為這個較特殊嘛，就講，伊一定會講就是大陸加外部勢力嘛。這兩個因素，我講嘛是這兩個因素嘛，啊，但這攏無立即性講，馬上有這重大的事件發生，哦，伊就來宣布這屆演習嘛，哦啊，而且伊這屆演習
除了拄咱教官講的，就講，但係封鎖這個飛機的進口以外，伊畫即擺畫圖愈畫愈近，但係接近了，哦，伊就表示講，我即屆有過暗，但係縮過暗，哦，這表示講伊。所以我一開始個按那擴大，就是個網抓。嘿，伊就來講，伊嘛來縮較暗嘛，伊到底畫來無畫來，咱講唔知影啊啦，還佫進一步啦。但是伊畫圖就睇畫甲迄地區性演習，就咧畫畫來嘛。哦，這部分已經有出現到這個狀況啊。第一就是串聯的，有可能是串聯的，甲羅西亞，哦，啊，第二就是講伊內部可能也有代誌。內部這個就是當然啦，你使去解說講，伊一部咧演習，啊，當然內底個內部咧跨年咧歡喜，個氣氛怪怪，嘛唔知影，啊，伊就攏促銷嘛。啊，第二步嘛是講伊經濟無好嘛，伊無愛互伊個老百姓大家群聚嘛。有當組織。嘿，大家群聚咯，驚有出意外狀況嘛。但是還有一部分就是講，大家咱台灣攏無注意，就是講，佇個中亞，足儕中國人即屆攏講恐攻幾個國家，即連續幾日講啊。好，啊，即嘛最近就是講驚這恐攻的事件會佇中國發生袂？哦，會傳來中國國內。所以即嘛就是可能安全性因為我提高起嘛。哦，所以這內部足儕因素的啦。哦，所以我看習近平伊嘛是真無用的吼，但是我會請教了高教官吼，教官你睇手頭摕迄張相片，這吼高教官特別吼真內行開，講互咱聽。好，各位觀眾朋友好，這張相片其實是影片吼，昨暗時大概10秒鐘啊爾，吼，啊第一鏡頭出來時足遠的。教官，你先講互咱聽，這影片，因是講是因誒，這無人機翕相翕出來的動態影片，是毋是安尼？伊講是無人機啊，啊無人機誒大細隻，大概是靠迄種光學誒物件較濟，啊，這個背景吼，佮甲這個飛機誒影像吼，光學翕起來小可勉強，因為伊第一個鏡頭出來就比這較遠哦，這是算又近啦吼，啊，所以第一個鏡頭出來先是遠的，後來才個變近的，誒，上尾才變近的，啊，所以這個角度咧，佫像懸度佫無甲伊介懸，係啊，佮平濟懸啊，你看一間應該未超過101咯，對，超過101一撮啦，嘿，迄角度啦，一撮啦爾。啊，這內面有啥物問題？啊，這內面就是問題，就是咱這個台北市吼，因為阮做足儕國慶誒演習，攏足熟啊。這個一看就知影是觀音山，啊，這是淡水河，啊，這是圓山誒飯店，嘿，差不多就安尼啊。所以這就是一種松山機場。正常來講吼，民航機應該是安尼落去，吼，啊，無這邊嘛是安尼落來，吼。啊！伊這邊有影片內底有一兩隻飛民航機按隻過去，這明顯，這個無應該出現哩。係偽造的。嘿，這毋是迄種咱，就算咱中正機場嘛無，桃園機場嘛無甲遮。啊，這幽靈飛機哦。所以這飛機按這邊過來，啊，佮甲這個101的大樓較吻合，哦，重疊啊，所以看會怪怪，無啥合理，哦。啊，伊個飛機這個影片吼，應該是迄個合成孔徑較有可能，吼。啊，合成孔徑過600公里，啊，伊是要看細物件，啊，看細物件，這101算大。教官，你講合成孔徑是飛行機頂頭的合成孔徑？愛個大隻飛行機，愛大隻飛機，嘿，美國比如RC135啊這種啊，中國大陸本來是 TU 154。這種才有哦，所以因為大隻飛機佇海外，佇個伊個大陸遐就使翕啊，嘿，合成孔徑伊，啊毋過伊合成孔徑翕起來個這個霧都毋對啊，合成孔徑的解析度灰些是要做要掠差不多坦克車，這種軍車，迄種戰車大細的。哦，要會當掠甲戰車對，伊是要掠這，啊毋是啊101這大尊啊個去甲這霧，所以。不管伊是用光學的，還是用這個合成孔徑，還是用電腦家己做，哎啊，就是攏無啥合理，無啥合理，嘿，所以就困擾這按，咱即馬就毋是
伊就連教官你都殺無啊？紅外線啊，無都是光學的。美國教官你看咧，這敢有可能？一共的合成孔徑我們叫做 SAR 嘛。SAR 哦，那個是我們在做偵查用的時候的一個輔助的裝備啊。哦，那它有一些限制，所以它出來的影像，如果它用合成孔徑照出來的影像是這個樣子，是這個是不及格的。拉沒了哦，無結果，無結果。這個是這個。這吼是調工去用霧過，這調工用霧的，調工用霧的，無教官，無得甲伊調工用霧的啊。啊我，你敢有可能？你規個用霧咱就無啥意義，啊個這飛機你來角度唔對啊，飛機應該按觀音山才落來。一定啊，你做這個代誌啦，伊嘛無甲你講這是啥物飛機機，啥物時陣。就互你來搖安尼，互你安尼單位性的節目安尼，互你練袂要緊。啊，以前就一台迄個殲16，哦，啊伊就翕玉山頭，伊就安尼甲你翕過。啊，你嘛唔知影伊是佇個福建周圍安尼翕過，還是伊佇個台灣海峽安尼翕過？嘿，啊就頭講用這個物件。以前因為阮佇天頂嘛愛。炸迄種機去翕，所以阮嘛差不多佇個2萬外英尺，差不多佇個要入來所在挖24海里的時候，安尼翕。你嘛有甲翕嘅？咱翕嘅差不多都是迄樣，所以應該是接近甲連接區，還未到，伊就先翕啊，有可能，因為以前攏愛炸迄種機去翕，阮以前攏愛，因為阮以前早起的時候無手機的時候。阮愛對時間，畫對時間就是甲中共的飛機甲翕落。啊，以前攏翕，因為以前sniper還未厲害時，阮攏是安尼翕的。你看到以前，啊，敢是較少公布。哦，敢若以早咱咧做兵的時陣，講愛去摸哨這種概念。啊，是囥咱一隻，啊，囥咱一隻，佫甲翕過去。咱會甲伊會甲翕座位。甲翕座位。這種飛機有證據啊，這種相片足濟啊，係啊。就是頂去這個總部，去總部提一粒饅頭回來安尼，這個概念。即擺因為大家攏有手機啊，所以應該較無你又擱傳一台相機啊，就是直接摕手機啊翕啊較濟啊。哎，啊，要管制就好啊。是這個意思哦。啊，但是新老師，咱回頭來講吼，我所知這一擺，伊的海警。伊嘛是串這個12海里內面，對，這其實是，尤其是海巡署吼，嘛真注意這個動態。這就是咱他講安娜控達，就是你來說話，變做他都洪老師還未講到的，常態化、常態化，定定互你創甲安尼講，這就是我的所在，無你是要安怎？老師，你來講這點講。對啊，為2023年啊，2024年演習開始吼，咱就講這已經是中國對台灣的新常態，哦。啊，不過這屆吼，咱看到這個圖會使看吼，以前的演習的區域吼，大概攏是24海里啊，有當下有小可進入12海里。啊，不過這屆你會使看到講，已經入來咱的領海基線。領海基線就是為周邊畫一條線，啊，為一條線外口12海里，就是咱的領海，啊，個外口12海里，就是總共24海里是臨街區，已經把演習的區域攏已經入來遮，啊，不過咱看到拄啊影片吼，有講到講咱的班超艦。甲伊烏魯木齊軍艦吼，中國烏魯木齊啊，小對着，小對着啊，咱的海巡署的軍艦嘛是共款，伊若要入來24海里，都甲動出來哦。所以伊雖然講是安尼畫入來咱的12海里，咱的領海，甲入來咱的領海基線，啊，毋過咱的海巡的船隻，甲海軍的船隻攏甲動起來，無互伊入來。就是講，毋是咱想講，伊已經入來咱的領海基線。已經入來咱的領海，啊，毋過國防部嘛有公布一個命令，講伊若入來咱的領海吼，伊若對咱開始攻擊，啊，下骹的軍艦嘛是飛機會使反擊，毋免等講國防部部長還是國防部的命令，就會使直接甲攻擊，哦，這就是去中心化指管，哦，就是講今年漢光演習，咱已經安尼來演練。啊，毋過這屆我感覺是上好的一屆演練的機會，就是講你無愛入來，你若入來，進來咧領海對咱有威脅，毋免講反映國防部，伊就會使直接命令
來甲攻擊啊！我是感覺這是這個演習甲以前上無共款的所在。許老師，這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講，大家其實哦，即馬大部分拄着中國的這個軍演時，心頭攏還好差不多。但是我畢竟愛問講，敢會講有淡薄啊，有這個萬分之千萬分之會拄啊失角出去，敢有這個可能？還是講其實咱攏有做一個防火牆，所以無可能會安尼。咱看到講即屆吼，咱的空軍甲伊的空軍有一個畫面，就是講咱甲公布講你愛驅離啊，伊就講伊就講你的這個火控雷達對我照射危險啊，請你怎麼樣？好，但是講咱的軍艦、咱的飛行機，伊若擊敗啊，唔是講個大共款，我甲你弄啊，我來甲監視就好。伊若擊敗，咱即馬會使已經開始用火控雷達甲鎖定。啊！伊鎖定了後，伊就講較經過你袂使安尼，表示講中國的軍艦甲飛行機，伊嘛知影即敢若演習爾，我無要由言轉戰，攏會走嘴講，用嘴講哦，伊嘛足細緻的。啊，毋過咱袂使防止講，像有以早2001年4月1號，吼，伊的殲8的飛行員王偉，伊就靠近迄個美國的偵察機，啊，靠近了後就弄做伙，就被軍機擦撞事件。啊，毋過即屆雖然講中國的演習吼，啊比以早2024年更加濟，啊強度更加懸，啊毋過伊嘛足細緻，伊嘛無愛講，若即個演習擦槍走火，啊若爆發即個衝突，還是演變成戰爭，伊嘛無愛安尼。是啊，教官吼，恁過去咧飛的時陣，還是講恁即擺學弟啦，學妹啊，因咧飛吼。因為自己愛去飛愛去處理啊，到底即馬備戰的情形，還是講教講即馬就先鎖定，鎖定愛甲畫，互相罵的，才飛去，還是講咱罵了，咱就隨脫離來走，咱即馬是標準的定數是啥物？這佇個空軍甲海軍已經做足久啊，阮叫做 ROE Rule of Engagement， 叫做接戰規定。哦，這邊連山處長有佇個記者會頂頭有宣布，講這邊已經把這個 ROE 就接戰規定已經交予空軍的空作部，海軍的艦作部，還有陸軍的各個戰區的指揮部。所以你要按照你碰到的情況，你就可以下決定來做，就跟剛剛免清洗啊啦，要清洗也免清洗，因為伊已經有參考啊。所以中國這邊的船也是飛行機，若是你要入來，所以你知影空軍即馬已經會用 sniper 甲鎖定。就參像槍上膛，手放在扳機上面，我就對着你，你唔知啊，所以你愛想看覓，你是不是愛行入來？哦，若是安尼警告你閣唔聽，就有可能的，你若是做啥物危險的動作，你就會互拍落來。2004年，土耳其北面，俄羅斯支援那個敘利亞，在那邊作戰，蘇凱24戰機進入土耳其的這個空域，伊就甲伊講，你袂使入來哦，入來我甲你拍落來。一個青仔長10遍，講10遍，入去出來，入去出來。你跳江的嘛？你就唔敢甲我拍啊？第10遍的時陣講，我要甲你拍，嘣，就拍落來。這是大家基本上在看，因為土耳其跟這個希臘、土耳其跟敘利亞跟俄羅斯這些有發生很多的這些。土耳其用希臘用幻象2000把土耳其的F-16打下來。哦，就因為你插到邊了，在那邊轉啦，所以這些東西中國應該已經想足久啊啦。所以伊嘛唔應該是唔敢講，我安尼入來，因為伊若是
安尼你老鷹開始休戰的時陣，伊愛面對的人是韓國的美軍、日本的美軍，啊個菲律賓的美軍，啊個咱，所以伊愛想看覓呢，應該是袂。應該是袂啦，應該是袂。但是我就聽到一群人哦，一講人講啊，這戰爭哦真可怕，袂使安尼，袂使想講伊應該袂。洪老師面對這種講法哦，咱會當對這擺演習內面看到什麼代志，會當來解說因的態度。即馬就是講吼，因為主要是即馬中國跟美國的上大競爭就是台海嘛，吼，因為咱即馬咧主張就是台海的自由航線。自由開放嘛，吼啊！要佇中國講台灣是我的嘛，意思台海就是我咧控制嘛，所以我隨時要佇我的區域演習是我的自由，吼，伊的意思是安尼啦，吼啊！當然日本咧主張的就是叫做自由開放的印太嘛，就是咧讓人台海變成國際海，吼，所以這兩強攏佇咧，即嘛咧爭取的佇遮嘛，吼啊！當然對中國來講就是安怎樣，就是講。啥物件會使威脅成本上低、軍演上低，互你會驚嘛？互你會驚嘛？啊無你會麻痹嘛？所以基本上像即屆，你若講大家講要出國的人有受影響到，伊可能會感覺講這就是已經受影響啊！啊無台灣人攏麻痹啊，好像對演習無啥感覺，吼無啥感覺，所以伊在想着就是講伊對咱來講有影響到，所以這阿強要做的就是安尼，伊無你感覺會驚嘛？對演習會驚。哦，這就是講即屆伊想要做的代誌嘛。啊，當然你話看，我你話咧講講，即個東部戰區伊就是習近平面咧講，戰爭要佇倒一甲拍，兵佇倒一甲練，所以基本上就是演習的比咧練兵的所在，哦，咧練兵的所在。那你這區域內底，咱拄仔兩個教官攏講着，這攏是佇咱的射擊範圍呢，伊攏是互咱拍得到的範圍呢，毋是講你咱包起呢，伊當作咱是講，伊咱包起咱就舉手投降啊！吼，伊迄種咱的飛彈啦，咱的軍機軍艦，咱攏拍得到的呢。迄種是互咱會拍，對哦。那戰爭發生的時陣，伊無可能像演習安尼啦，無法實施的啦，無法實施。吼，因為這起碼當這一面就是咱無叮當嘛，對，咱一面咱袂穿開第一槍嘛。吼，伊就表示咱講咱就是咱袂開第一槍，所以伊就是用安尼等咧逼我來嘛。啊，看你即來看咱的反應，你看美國的反應，你看日本的反應嘛。吼，這兩個反應上重要嘛。比如講，咱拄仔教官咧講的這種相片起來，你看台灣內底就開始討論啊，大家攏所有精神攏咧討論這種相片，對無？你會感覺講，當年這就是伊的目的，就已經有達到啊嘛。對無？因為咱討論就擱來分享，就來討論，大家就看到講哦，原來是遮近。不管有相信無相信的人，無相信的感覺伊假的嘛，啊相信的人感覺講哇，安遮厲害，對無？啊，大家討論一步去啊。洪老師吼，還有一點吼，咱台灣目前在戰略上、在戰術上，咱過去攏是被保護者，即馬吼。伊甲咱定位是啥物？叫咱買武器創啥？看起來講，你嘛要家己拍哦，是這個意思嗎？因為過去咱看起來就是講，包括即屆軍售，看起來就是咱台灣的防守，較早是自控制海嘛，即嘛變愛登陸反登陸啊。吼，咱即嘛看起來，咱即嘛目前包括軍售啦，包括咱即嘛會作戰的方式，可能愛改到變，咱就是愛因為登陸甲反登陸之戰啊。吼，所以即嘛就是空間壓縮起嘛。所以咱要針對的是這部分啦，愛調整。吼啊，即嘛當然即嘛武器的，包括烏克蘭戰爭的影響，即嘛咧對戰爭的想法，甲過去無啥共啊。吼啊，所以大家攏咧發展這所謂不對稱的戰爭的模式。聽起來咱變出第一島鏈的這個保全，這個顧問的對吧？基本上都一定是安尼，咱面頂就宮古海峽，下骹就巴士海峽嘛。啊，這就是中國啦！你若要來出來第一島鏈，一定要經過台灣啊！你無經過台灣，你出袂出去啊！下面要請教這個教官吼，教官，咱即馬目前看到伊的演習吼，130架飛行機，90架超過着台海中線。
過去恁咧飛的時陣，伊敢有真接安尼飛到大海中線去？按民國90幾年了後，95年了後開始，因攏有開始有要過中線，假是多甲少啊爾，啊，那對這個趨勢來看，伊就是愈行愈自然，敢若愈行愈自然安尼行走骹。啊，咱完全敢若做無線電個嘛，叫伊脫離轉去。咱嘛毋是有敢無線電，咱攏以前早期攏是咱伊若起來一杯兵力，咱就要起來2杯才會用。2杯就是意思講按空。伊2隻，咱來4隻。對，咱本來空中都有訓練啊。你即馬看到這台灣都有這啊，這其實這處的這攏是阮的訓練空間啊。啊，所以平常時攏有佇遐咧訓練。啊，你若講定差不多過無半點鐘，為啥？因為這個空阮咧用，迄台中嘛起來用，伊就阮落去伊起來。啊，台中佫落遮又是嘉義，啊嘉義佫較厲害，伊佫會使飛佫較遠，伊迄飛到即擺也是區的這下骹遮，伊油較濟啊，台南攏離即地咧用，攏離即地用會去區咧用，所以平常時就佇飛啊，毋是講咱佫另外佫派兵力，所以伊去只要伊來，阮咧空中就暫停，啊，就甲伊佇遐咧對來對去，啊，若有需要先塗骹。迄個塗骹會叫起來，地面嘛叫起來，嘿，啊叫來就是咱攏愛，以前咱攏愛比較濟，就是咱愛徛喺伊個後邊，嘿，咱袂使盡量莫佇伊個頭前，嘿，啊伊會挖來挖去嘛，伊挖的時陣，另外這台中就徛來個地，徛來對後邊，啊，阮先地就按北邊行了這個高轉來，伊若這個挖過去，咱有個地，哎，以前攏安尼，所以。變成阮本來咧訓練咧，訓練就變成做這個任務啊！啊，這個任務就是比阮一般訓練的空中攔截佫較簡單嘛，所以等於這個科目就變成講較無適合摕來做阮的迄種人的資格迄種次數。所以會變做講一寡教官伊個飛行的次數，這個時數都無夠。時間攏起來，時間嘛是起來。啊，毋過咧，人的資格還袂救起來。啊，所以迄當陣早期，阮當陣，我迄當陣90幾年，還袂到100年前，佇遐我做艦長的時候，吼，我後來佫做處長，阮當時，阮就是安尼，你若白天哦。去你來講亂，阮就該暗時飛。阮當陣就先得留暗時訓練。阮暗時變飛2批，安尼甲人的資格救起來。阮嘛是有改變啊，嘿啊資格，所以空軍一直咧改變，毋是遮簡單。啊，阮就利用安尼機會，慢慢甲人救起來。所以你會發現講啊，時間起來，人的資格呢，佫無起來。嘿，就是這個問題啊，所以就是現在慢慢無喺度改制啊，變成作戰隊，本來是中隊嘛，中隊3個中校爾，啊小校差不多6個，啊改成作戰隊的時候，中校就變幾個，就變9個。9個。嘿啊，小校就變一個分隊攏2個啊，就足濟啊，啊就甲這個人佫老的繼續佇咧部隊去帶。學弟，菜鳥啊，菜鳥對，變安尼，啊，即馬這時間毋是佫拖久啊，所以可能人的訓練方式愛佫想要改變，所以我講暗時吼，以前愛甲阮共款，以前暗時你飛吼，飛訓練暗時佫摕來飛，嘿，24點鐘啊，你飛，安尼敢會堪誒？我以前都差不多安尼，因為你若是阮講要出任務吼，你愛掛正式的飛彈呢。啊！你若是帶這個無合格的人，佇咧訓練中的人，你哪會用武器去做這種任務？你應該愛飛要飛一定的架次，經過鑑定了，你完成戰備，你才可以帶飛彈啊。所以變做前2、3年的時陣哦，
F16部隊內面的教官，你若是教官，啊，你就足忝的，較無用啦。出任務啊，你就去出任務。變做你愛家己飛啦，家己飛還是傳飛？我訓練啊，所以伊要訓練的人就踮遐等啊，因為你攏家己的時間飛了了啊。對。啊，所以教官的時間會足多咧。訓練的受訓的人會變少。你講咱受影響，中國大陸可能因個嘛受影響，講因會使調整去別個。伊人多啊。別個區去無？去做調整，嘿，咱就會較會去綁着，咱就愛想盡方法一直改咱的方法。教官啊，照你來講，伊日時，咱即馬變做日時愛去個對，暗時佫愛分出時間佫來背。毋着真休假就無法度正常。伊暗時嘛會來呢。伊暗時會來，伊毋是你時來爾呢。伊暗時嘛會來呢。因為暗時吼，你要較濟兵力吼，較無遐簡單啦。因為暗時做這個空中的這運動吼，較無遐自然啦，所以暗時的分量數較少一絲啦。嘿啊，嘛是還佫會使，不過這愛想辦法解決。因為即馬就是大家攏這個帶部隊帶新吼，還佫愛帶，正講愛開時間去教。你講對唔對？因為我比阮校長較晚退伍，伊10年外前就退伍啊，我是才退4-5年爾。啊，我之前去部隊時，阮嘛是開足儕時間，你訓練開，迄是足正常的啦。啊，即馬咱的飛行教官是，大家心肝頭是安怎想啊？即我感覺，我剛若聽呢，我就感覺足煩的，一日到晚你就來亂啊呢。即馬少年家吼，應該是講，阮的官校起來吼，這個教育的訓練哦，對飛行員吼，迄種大家彼此之間競爭，要支持度啊，攏足懸的。阮的素質啊，個合作的情況啊，個袂歹，啊個算啊個維持的過去。啊，毋過吼，你若時間拖愈久，後壁這個接袂起來，驚因接較無好。雖然伊心肝可能肝開始變小號啊、中號啊，伊個無法度做，阮咧可能愛像陣啊上號啊，個落去個甲鬥背。上號啊，你鬥背，我以前敢若知影講上號就差不多攏左嘴講啊，即擺上號啊背去地上。有，無哦，你若做隊長，你若做隊長的時陣，以身作則。嘿啊，我當隊長的時候，我也要飛單座啊。漢光演習，我飛1客後座，2客單座啊。哇！我看啊，大家愛叫少年人愛加投考空軍才是哦。有招足儕人誒，但是拍落來佫較濟。不過就是親像伊頭拄仔講誒，阮去訓練的量有限，會佔着，一定會佔着。啊，但是伊佔着，咱佔着，伊嘛會佔着啊，毋是嗎？啊，伊人多啊，伊會使調整去別講一個故事去誒。免閣教你講一個故事誒。中國的飛行員，一年上班11個月，伊互你休一個月，伊所有的這民生地區，攏有設叫做療養中心，飛行員療養中心，伊就互你休困，你帶恁某帶恁囝，就一個月，食好困好。教官，恁莫閣講啊，講了恁的學弟學妹，恁大家都賣。袂啦，哦，啊，所以愛去重視安怎？飛行員毋是少的問題，是老的問題。你時間，伊會賣退啊，伊比我較少年啊，伊會賣退啊，毋過你無所在。我歹勢甲問講，教官你是安怎退落來啊？無啊，伊無所在通囥啊。上校無升去52歲就愛退。啊，毋過聽年教啊。伊互我一個文令哦，管制到58歲。
就是我的隨時要叫登記，對啦，對，嘿。哇，因為阮即馬新的飛機吼，迄模擬機哦，足近的，所以連的馬上會當上手。連的只要，唔只講免講高掛嘛，叫伊哦。只要我伊超過啊，我58歲，58歲吼。但轉來講呢，戰略甲戰術吼，先來請教新老師吼，再來請教洪老師吼。咱即馬看到就是講，北韓前2天佫射這巡弋飛彈，吼，羅西亞1月1號北方四島，因這是攏大家鬥好啊，像頭洪老師講，這是毋是攏大家講好講，即擺美國人佮聯合要日本、菲律賓要對咱哦，咱都要徛起來哦，是這個意思。咱看到講，前一陣啊，無論是中國甲羅西亞吼，因的國防部長甚至連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嘛到莫斯科去吼，我感覺可能有討論這件代志，就是講這是個大演習，羅西亞甲北韓會使扮演什麼角色？咱知影北韓即馬因為伊派兵去烏克蘭吼，伊即馬為羅西亞得到足儕科技，像講大型的潛水艦甲洲際飛彈。另外就是講中國哦，提供足濟迄個裝備甲武器互羅西亞，互伊美國人就講，即馬羅西亞會使烏克蘭戰到即馬攏是中國的功勞。伊嘛會講伊嘛講，伊支持中國啊。中國若武力犯台，羅西亞會支持。所以即馬咱看到講，伊即個大型演習吼，我是感覺好佳在，因為無江際演習。那江際演習吼，日本壓力足大。毋過伊即擺演習為1月1號開始。哦，有這個沒講。對，伊為1月1號開始，就是講我支持你，毋過我毋愛甲你當時陣演習。都有甲兵道的關係。所以講未來吼，若是中國要武力犯台，我看羅西亞一定會支持，北韓嘛會支持，毋過看採取啥物行動。我感覺北韓可能袂講大規模進犯南韓。毋過伊可能有些行動，發射飛彈，還是伊個軍艦到南部、到日本海牽制日本，冇可能。咱就看到講，中國甲羅西亞因個戰略轟炸機前一陣嘛戰略巡航，到日本的後壁有無？未來嘛會採取這個行動。這恐驚是二次世界大戰了後，真新的這種情形出現吼。但是我要來請教洪老師吼，因為咱國吼。其實有這種講法，就是講，哪會突然間來軍演？那麼有這種消息講，其實國防部一禮拜進前就知影因的動態啊。咱嘛甲這些數幹聯盟吼有所通信，咱到底掌握的這些情報是安怎？我想啦吼，因為包括真濟媒體嘛看到講，咱公安局局長嘛講嘛，都應該是早就應該是有掌握到這個信息啊啦吼。看起來就是你要注意看，就是講。包括俄羅斯啦、中國啦、北韓最近的動作，你來看，韓國的總統李在明後禮拜要去中國訪問，過來就是高市要去甲川普見面，過來4月份就是川普要甲習近平見面，即馬來就是軍事互你壓力嘛，要談判嘛，所以咱即馬是伊互你壓力了後，你高市要去甲美國先講的時陣。你一定唔係跟他講中國問題，你咪講俄羅斯的問題啊，好有壓力嘛，對不？你到來是，你到尾要中國要講的時陣，雖然川普講習近平是好朋友，伊無在講要演習，但是你若要去甲伊講關稅代志，這敢免講，這演習甲政治嘛是愛講，所以我感覺這嘛是國際談判當中最重要的，頭啊先大家施壓，要來談判時陣，大家才會讓步啦。所以老師，你的意思是講，其實這個軍演差不多虛的有7分，實的是3分，還是顛倒版？軍演就是要讓你驚就贏嘛，這是要你驚嘛。當然一定是半虛半實嘛。當然是讓你驚嘛，讓你驚嘛。形成威嚇嘛。再來談判時再過來講嘛。是。這我是吼上後尾吼兩位吼軍人出身的吼教官吼上後尾真多幹，來甲咱看，咱到底台灣一般的老百姓應該安怎來看待這個軍演？教官，我想講因安尼一直來吼，
它不可以太過頻繁，因為會出現反效果。啊，等到啊，咱就習慣啦。周邊的這個國家，美國、歐洲這個國家，你要來，這個是一個海上通道，這些東西我不能老是每次到你那邊我就轉彎啦。所以他們也要去拿捏這個演習的。所以伊若愛漸漸就對了。來講講。因為我是軍人出身的嘛，阮作戰出身的，依照伊安尼的數量吼，就軍事的立場吼，是還無甲達到迄種真正要拍這個目的，因為阮嘛有在算伊的能力，所以伊這還閣是咧演，所以一般百姓就是你平常該做啥準備好，該做社會。